Hello，哇！校長又有正向俾大家啦。呢個係清談讀嗰個 SPA 全身管理大師出精油嚟嘅。咁你自己去做一次呢個 treatment 咧，要成2000幾蚊。但係你而家咧可以自己屋企係專改善咧面頰嗰個管理啦、輪廓管理啦，仲可以咧按摩，即係幫大家啦。可以呢個係乜嘢咧？去水腫神器。去搽去咩位置咧？滾珠裝啦，碌自己塊面啦，再碌呢個面頰位啦，跟住之後由呢一度耳背位開始碌到去呢個膊頭位啦，係啦，做翻呢個穴位嘅，呢個我哋咧都會鋪翻出嚟，穴位按摩翻，跟住之後咧搽完捽咗佢之後咧，你會發現咗一樣嘢啦。我而家搽一次俾你睇，呢度碌3下，跟住呢度個面頰位、膊頭位，係啦，呢度呢個位可以咁樣搽佢，耳背由耳背開始，你咁樣搽一下咁樣推佢，跟住眼都大。哇！好明顯喎，點解我呢度呢嚿肉咧係脹到嗰啲，呢度即刻瘦咗落嚟啊！睇爸爸，睇唔睇到喎？你見得到咧呢個位咧，肩位啦，呢個位啦，同埋我呢個位咧，已經係呢度係削咗落去鬆咗嘅，呢邊係緊啲嘅。你睇下呢度，嗱佢連咧最正係乜嘢？富貴包都可以幫大家改善啦，50肩啦，或者你可能打個比喻，我成日坐 office，我成日覺得個腰骨好痛，坐姿呢啲位盤骨位好痛，佢都有效地幫大家可以排到毒，同埋可以幫大家咧鬆翻啲肌肉嘅。咁譬如可能你會去做運動，你會去跑步或者做瑜伽啦，哇！做完之後個肌肉好痛好繃緊嘅，排完佢之後即時幫大家放 relax 翻嘅。咁最主要啦。純天然嘅，可以幫大家去走水腫，呢個係黑科技嚟㗎啦。呢個係美國純素最重要一樣嘢。係啦，200萬嗰個微分子杜爾頓值深入我哋嘅皮膚底層，血液循環得好，加倍功能。30年嘅嗰個 SPA 大師去形成咗呢個配方出嚟啦，係清潭洞嘅貴婦 K-pop 嗰啲明星咧，專係去做佢呢個精油，佢哋人人都喺自己嗰個袋入邊都有翻資。譬如可能出場之前就去做呢個管理啦，跟住嗰啲而家咪好興嗰啲咩技術啦，嗰啲童顏啊，細面啊，呢個你直接帶翻屋企就自己做一次，因為你可以做一次2-3千蚊，但係你而家日日用嚟，我同你講，你呢度用到個幾月㗎啦，100% 冇得個幾。佢呢個咧嗰個30 ml， 你係咩情況用佢咧？洗完面用完濕巾，再用爽膚水，跟住就可以用。用完佢之後，你再用翻自己屋企安瓶啦、精華啦、面霜，最主要啦。仲有老人家啦，成長期嗰啲青春期嗰啲骨痛啊、膝頭哥痛啊，都可以做翻一個消炎成分啊。做咗臨床測試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環係8.79%，肌肉成日繃緊硬骨嗰啲咧，可以有效地改善啦，同埋消水腫，改善輪廓同埋淋巴。有啲人咪成日淋巴腫嘅、脹嘅，你搽完佢之後咧，你會即時鬆翻晒、放鬆翻、relax 翻嘅。佢呢陣味咧係好天然、好聞、好舒服嘅，係敏感用字用得。最重點，譬如你坐姿唔正確啦，成日浮腫啦，對腳成日腫啦，肌肉繃緊啦，腰酸背痛用佢啦，都係非常之好嘅。係啦，運動前用佢會幫你放鬆翻咧好痛嘅症狀出現嘅。最重要啦，譬如咧，佢可以幫我哋排毒啊。係啦，排毒去濕，全身全面都用得，但係最主要係呢個係幫大家咧可以穴位瘦面，幫助血液循環啦。因為你血液循環塞咗，所以點解即係好似我咁樣咧，個小腿咧成日都會好脹㗎，即係有少少蘿蔔腳咁樣嗰啲啦。因為腦廢物太多，所以佢就會你搽完之後咧，你就會幫你鬆弛翻咁樣嘅。去種神器，由頭到腳幫大家用精油咧去充電嘅腳板。其實我覺得一支大家你哋可以試一試，試完之後你再買3支個優惠都得嘅，因為我覺得佢一支你試完之後你一定會好中意，同埋你係好明顯就係會見得到咧，你真係去走咗我哋自己水腫啦，同埋排毒啊，因為其實我哋身體好多毒素啊。自己落單啦，多謝晒，拜拜。